大家好，我係 Nelson Chow Financial Executive 級嘅澳洲 channel 嘅主持人啦。咁上集咧，我同 Ricky 咧就探討咗一個新移民好關心嘅問題啦，就係移民澳洲到底應該買樓啊定租樓先比較好咧？如果未睇嘅話咧，歡迎重溫翻我哋上集嘅節目。咁今集咧，我就再進一步探討一下貼身啲嘅問題啦，就係澳洲有咁多城市啦，邊一個城市去比較適合港人居住咧 ？Ricky，好。Hello 大家好，我係 Ricky 啊，咁啊再次多謝 Nelson 邀請啊，咁咧就如果之前有留意我嘅 Facebook page 咧，咁可能大概對我有啲認識啦。如果你未有機會睇嘅時候咧，可以撳下面呢條 link，咁咧就有我嘅 Facebook 嘅資料，咁啊可以對我有少少認識。咁咧翻返去頭先個問題咯，究竟咧澳洲咁大，咁多個城市，咁多個州，邊個地方好咧？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究竟 Sydney、Melbourne 同埋 Brisbane 呢三個好受歡迎嘅城市，究竟邊個適合我哋住啦？如果你準備買樓咧，第一個問題就係問應該揀邊個城市咧？係啦，其實咧頭先我哋提過啦 ，Sydney、Melbourne 同埋 Brisbane 呢三個城市聽好多，但係實際嘅生活樓價同埋嘅升值潛力有啲咩唔同咧？今日咧就同大家用最真實嘅數據，同大家一齊分析邊個城市最啱我哋去第一步落腳嘅地方啦。咁啊，大家都聽過啦 ，Sydney 就係澳洲嘅金融同埋商業嘅中心，生活節奏快，而且咧收入高，但係咧生活成本更加高。喺澳洲裏面咧 ，Sydney 嘅平均樓價大概120萬左右，咁啊租金咧都去到700幾蚊一個星期嘅喎，圍埋一年嘅租金都接近去到4萬蚊澳元，大概20幾萬港紙噶。一啲受歡迎嘅華人區咧，例如係 Chatswood 啊、Eastwood 啊、Hurstville 呢啲地方咧，更加咧個價錢更加係再高一個層次添。咁但係呢地方又的確好受香港人歡迎嘅喎。咁頭先你講嗰幾個比較啲熱門嘅suburb啦，佢優點係啲乜嘢？點解咁多香港人會選擇聚居嗰啲地方咧？咁呢幾個區咧，因為始終比較發展成熟啦，同埋都多華人居住嘅，所以教育資源咧好集中。特別如果係着重教育嘅家庭咧，呢幾個區咧亦都係確實係佢哋好熱門嘅選擇嚟嘅。但係相對地咧，呢啲區咧個入場門檻咧就比較高啲啦。咁所以生活開支啊，或者攞嚟做投資的話咧，個回報率咧就真係相對低好多啦。咁不如講翻我哋而家住喺呢度啦，墨爾本啦。墨爾本你覺得嗰個不論係住啊投資嚟講，會唔會更加適合港人居住咧？係啦 ，Nelson 啊，我同你都係墨爾本，你又覺得墨爾本點樣咧？嗱，我覺得墨爾本咧，其實我以前喺度讀書啦，我覺得墨爾本係比較文化色彩多好多嘅一個城市，生活節奏比較慢啲。咁當然啦，而家同20幾年前比，而家生活節奏已經快咗好多啦。但係我都覺得比較上係適合港人居住嘅，我自己個人認為啦。咁但係可能不同家庭嘅需要會有唔同啦。你又覺得點啊？我其實好認同你嘅睇法嘅。咁當初我選擇移民嚟到墨爾本咧，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同呢度嘅文化教育有關。咁呢度咧其實好 family oriented 嘅，好家庭為主嘅。咁而另一個因素咧就係呢度嘅樓價咧平均咧都相對於比較合理嘅，平均樓價大概90零萬度啦。咁租金咧 around 大概600蚊度，所以居住成本就會好好多啦。所以特別啱一啲咧有小朋友同埋咧計劃長居嘅家庭嘅。咁而有幾個好受歡迎嘅區，例如好似 Glen Waverley 啦、Doncaster 或者 Doncaster East 或者 Box Hill 呢啲都係比較華人集中嘅區。咁所以咧喺度買嘢食嘅生活咧，特別我哋去茶餐廳咧非常之方便㗎。咁至於投資嚟講咧，有啲有潛力嘅區，例如好似 Clyde North 啊、Berwick 啊、Officer 呢啲區咧，過去幾年個租金同埋升值亦都非常有唔錯嘅表現㗎。咁除咗 Sydney 同 Melbourne 之外咧，我諗大家都好熟悉另一個第三大城市 Brisbane 啦。咁 Brisbane 嚟緊2032年舉行奧運啦，佢嗰個樓價會唔會已經超前咗 Melbourne，甚至追得貼咗 Sydney 啊？係啊，其實過去幾年咧 ，Brisbane 確實好似一隻黑馬咁樣。咁咧佢嘅樓價咧已經升超過墨爾本啦。咁對比於 Sydney 咧，佢依然係大概2成左右，而且租金回報咧普遍地非常之唔錯。再加上2032年嘅奧運，好多大型嘅基建咧，慢慢喺 Brisbane 裏面咧陸續落成，咁所以係無論係就業機會啦，定係生活嘅環境咧，都同過去幾年有個好大嘅分別嘅。咁 Brisbane 最大嘅好處咧就係氣候宜人啦，生活節奏相對地比較慢少少。如果想適合咧，可以喺度比較暖啲嘅地方，比較似啲香港氣候嘅地方，有一個穩定資金流嘅投資咧 ，Brisbane 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咁啊，特別係2032年奧運前後咧，各樣嘅基建升級咗之後咧，就可以享受到個基建嘅紅利啦。
咁 Ricky 頭先我哋講過3個城市啦，你可唔可以好簡單咁總結一下呢3個城市不同嘅好處係乜嘢？等觀眾有一個更深刻嘅認識。好啊，唔該 Nelson。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 Sydney 嘅工作機會咧相對較多，好大公司嘅總部啦，或者啲金融機構咧都係喺 Sydney 嘅，所以裡面嘅一啲 corporate 嘅工作嘅機會咧就相對比較多啲啦。咁而墨爾本咧相對地比較 family oriented，家庭生活嚟講咧係確實係幾唔錯嘅選擇嚟嘅，而且有好唔錯嘅教育資源。咁至於 Brisbane 咧，如果係相對地咧，佢個城市嘅發展咧慢慢追上嚟，所以咧喺個投資回報同上面咧都慢慢去 catch up 緊。咁所以睇你嘅需要，唔同嘅城市咧有唔同嘅發展。咁啊，至於我哋嚟講咧，我哋選擇咗墨爾本啦。咁啊，我哋有各自嘅家庭因素啦。呢邊嘅呢邊嘅教育環境咧好接近香港。咁但係如果未來嘅升值潛力咧，咁我哋就可以逐個再睇啦。咁今集咧，我哋Ricky 咧講解咗3大城市嗰個嘅情況俾大家認識。咁你哋可以因應自己嘅要求或者嘅背景去選擇翻你自己適合嘅城市，選擇移民。咁今集唔該晒你 Ricky。好，唔該晒。咁下一集咧，我哋會講下政府有咩嘢補助去幫人哋上車啦、買樓啦咁樣嘅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見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